Refreshing Summer 補補課，打造夏日毛豆清爽肌，靜肌清爽平衡。潮濕炎熱嘅夏日帶嚟咩煩惱？唔夠清爽，油光滿面，想一次解決夏日嘅煩惱，記住 Origins 一個小貼士啦，揀最適合嘅潔淨產品，時刻保持清爽潔淨。夏天又熱又濕，皮膚因而增加油脂分泌，好多人會成日洗面或者用各式各樣嘅控油產品，但其實反而抽走咗保護性嘅油脂，刺激皮膚分泌更多油分。有啲人因為怕辣而唔用面霜，但其實咁樣係錯嘅。夏天成日處於有冷氣嘅地方而唔用面霜，會減低肌膚嘅鎖水能力，容易令到肌膚缺水，肌膚反而分泌更多油分。所以要保持清爽潔淨，應該根據肌膚嘅屬性，例如油性、乾性、混合性去選擇護膚品。當然，亦可因應你嘅護膚需求去選擇。例如一啲有美白或者抗氧化功效嘅潔淨產品。而家嚟 Origins 仲可以免費體驗清爽毛豆速效護理，快啲打嚟預約啦！